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3月7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俊。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昨台南市中西区一条建案边的道路，敢若是因为施工规个落落去破一坑足大坑，一台货车是落落去这个坑内底，而且现场出动吊车要来吊这只货车，煞嘛规个未知倒向车路，好佳在是无造成人员伤亡。即马正五回街往西门路的路口是已经恢复单向通行，台南市府嘛要来向建商追究责任。港地边一15公尺长、5公尺宽、3公尺深的大坑，一年嘛小货车就落落去，这大尾车无落过车主，想到至少1个月拢免做生意，实在要哭无目屎。很伤心的，怎么傻眼了而已？因为还要做生意，我们做百业式的要做生意的啊，没办法做生意。边轿车车顶下骹拢是空的，真危险。台南市中西区一个新起的工地，艺术时间无细致，路边落落去。想到暗时吊车想要将小货车摇起来时阵，也陷入第二个坑洞。规台吊车出去变过，互现场未获欢迎。吊车手库翻过西门路口，好佳在无逮到人。暗过受惊的附近住户，只希望建商先暂时停工。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手脚都是抖的，然后我回去还吐一次。然后我觉得说，它现在地基不稳，然后又一直施工，我们现在很害怕。烦恼讲哦，厝边隔壁这个大楼是不是会影响？是不是搁继续搁帮？台南市府马上命令停工，土木技术工会也伫现场测量，确认目前周围的厝暂时安全，包含西门路南边、东边甲五回街，厝的比率拢比100%较细。基地外扩的部分，目前的几率看起来是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怪手，对于的怪兽有倾斜倾倒的部分，可能它在基地内也还有一些部分的原因要来查明。放弃所在继续关张，至少严管310方的南马孔，建商态度低调，表示一个善后。当发生这个事情，我们会积极完善的处理。在规暝抢修之下，今日透早2点35分，五回街向西门路口已经恢复单向通车。另外，人在日本访问的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已经改变行程，按算今日登来到台湾指挥坐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宜兰大溪，昨暗7点外，有一只轿车经过大溪路时，连续弄到3只奥多摆，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一个驾驶有互人领到97-0，详细事故原因也搁来调查。机车严重变形，车的零件落到轨道卡。宜兰县大溪乡初六暗时7点外发生死亡车祸，一台乌色轿车经过大溪路，驶伫基慢车道，先弄一台机车，造成骑士甲乘客擦伤。乌色轿车继续驶伫基慢车道，30秒了后，伫头前500公尺路口，搁弄2台日单红灯的机车。应该是2台机车停在这边，就像现在这样等红灯，然后那台汽车肇事机车就从后面直接追撞。砰蹦一个，然后就喷那么远，一台机车的骑士闪过了哈，那另外一台可能死亡的那个骑士哈，就整个喷到那边去。机幕车体也算完整停好伫路边，不过另外一台红色机车零件碎片落伫路口，多买来菜色也拢伫涂骹，两叶脆糊糊，现场如苍苍。事故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47岁肇事的姓李驾驶表示，迄时阵无看到头前有机车，因为那边有个红绿灯嘛，然后就算你今天不是左转或右转，他还是在那边停的。哦，所以你那时候过来的时候没有看到，就整个撞下去，这样子，对不对？姓李驾驶迄时阵载2个住伫大溪朋友转去，伫路发生车祸，97-0。详细事故原因，爱国等警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伫咧高雄演奏有工人互
导航的软体带路带去到无尾巷，要去的时阵，佮厝落去山径和险啊去并车。伫咧山区有真侪细条路啊，若是拄着这导航软体会带路带唔着路的问题，专家就建议讲，若是要去山区，应该爱先装定位的软体。若真正找无路，用坐标来讨救兵，上紧嘛上正确。厝内山边的小货车用锁啊固定，下骹都是断崖，真危险。这条真细条的山路是伫高雄燕巢金山基林巷路细条甲，敢若会当一台车通过。顶礼拜六，屏东有6个工人伫附近时间结束了后，用导航要登去屏东，煞互带去无尾路。捌去的时阵无设置厝内山坎，好甲再无人受伤。因为山路哦，它不明显，用导航会导错路哈，会跑，因为走不出来啊。可能可以加个line，然后发送定位系统定位的讯息，或者是说请他看路灯或电线杆，然后我们再去研判那个位置大概在哪里。工人讲相信导航才会迷路。警方统计去年原来有3件通报求救的案件，中华现场发现当地有真侪山路，警方研判都是因为安尼导航定位才会无准，带伊去其他的路线。也有熟悉当地的司机证实，用地址导航根本都找无，爱用坐标才找有路。万一走失或者是在城市走失，你只要跟报案单位告知他你的坐标。这样子就会增加搜救的速度。警方表示，导航尾航的时阵唔通紧张，爱讲附近路顶也是电火条顶悬飘逝的片尾，安尼就会当掌握地点也是区域。户外探险专家是建议民众要去山区也是无熟悉的所在，会当先下载 GPS 全球定位系统，真正若有代志，会当提供定位坐标上准。记者综合报道。苏丹红辣椒粉的风波愈加愈大，嘛去扫到泡面公司威力跟2间食品厂。中华县卫生局稽查了后，已经要求业者甲有问题产品隆重回收。不过泡面厂内底这辣椒粉的数量甲品项税煞对不起来。高雄市卫生局表示，违法进口辣椒粉的这个丁赞公司是用海顺国际食品的名义来出货，会阁约谈海顺公司来说明。专案嘛已经送予检调来侦办。中华县传出有3间食品公司买到蓝苏丹红的咸姜仔粉，分别是药品香料好品面公司甲威力泡面公司。中华县卫生局稽查了后，已经要求业者回收有问题的产品。但是威力泡面公司的咸姜仔粉品项数量等等的资料却对不起来。这个部分我们要再请高雄市卫生局厘清查证，已经函文给他们来做确认。那他们也已经收到公文了，那等高雄市他们调查确认之后，就会再通知我们，再进行后续的办理。如我们那个官网所说的声明书里面，我们确实是有用到、有见到。那第一次使用我们也有送验，那我们也有取得第3公证单位的检验报告。关于数量的部分，我想就可能由高雄跟彰化这边再去做厘清的部分。威力公司初步发声明参检验报告驳回，表示产品原物料拢有检验合格。高雄市卫生局回应，违法进口咸姜仔粉的丁赞公司是用海顺国际食品的名义出货，会阁约谈海顺公司说明。中华县卫生局目前申请业者暂停使用有疑虑的原料，是已经请业者做暂停出货场内要下架暂停出货嘛？那我们也有进行现场的一个全面性的产品的抽验，对，那就会依照后面的检验结果来进行办理，这样子。这个苏丹红是按风波愈逼愈大，中华县卫生局表示，偷掺苏丹红色素的时机，有可能伫咧种的时阵就透染伫农药，或者是洗咸姜仔加粉的时阵染掺落去，拢是为着让咸姜仔粉变红记记。所以卫生局也提醒民众，天然的咸姜仔粉色水香味拢较自然，民众千万唔通互红记记骗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因为苏丹红辣椒粉的风波，新北市教育局昨宣布，对即马开始3个月以来，学校的营养午餐拢袂当用到辣椒粉和咖喱粉。包括台北市、桃园、台中、基隆、彰化，阁有新竹县市，拢总15个县市嘛拢对咧禁用。过来是自由时报。台积电启动北中南大扩散，按算4月开始要装机器，包括2内米厂、先进的封装厂，拢总会设10台的机器。根据供应链透露，未来台湾若是有设1内米厂，可能嘛需要8台至10台机器。
落尾是中国时报，陆军的华东防卫指挥部10时要伫咧七星潭的海堡进行步枪对海的射击训练，不过无先通知公所，就引起地方的反弹，也惊讲未来若是正做常态性的演习，会去害着观光发展。军方是针对着影响这的观光业者来核实的。继续来关心，面对着中国当年上千架军机无分每日来咧侵略大海，空军为着要加强夜间作战的能力，今年开始由花莲、台南甲新竹的连队投入 F-16V IDF， 也有幻象2000的战机进行夜半飞行训练，时间是半暝11点到1点。接到指令，战机团委会半暝紧急升空拿着强机，捍卫台海领空，这是空军飞官日常。针对强军加强扰台部分日夜对台时间压力，空军强化部队夜战能力，为今年展开看水夜实践化飞行训练，由花莲5连队、台南1连队加新竹2连队3大组的战机 F-16V IDF。幻象2000投入夜间飞行训练，花莲县新城乡的传理长拢有收到简讯，因应着时局变化，空军执行看水夜飞行训练，初期规划1个月执行1届至2届，会影响民众半暝安静，希望民众会当体谅。不过花莲民众早就惯习战机起降的声音，批评来讲可能会紧张，是不是整个我们两岸的局势是不是更加紧张？会是有点不一样，因为你会觉得半夜会比较吵，那可能有的睡眠比较不好的会比较容易影响到，因为又刚好是在他们这附近嘛。空军较早就有执行夜间飞行，不过大部分伫暗时10点结束。看水夜飞行训练是为暗时11点到反正1点。飞官出身的退伍会主委彭世宽是讲，民众会当理解国家国军徛斗阵。一听到起飞，他们都讲到，哎呀，一定又去做拦截。针对空军强化夜战能力，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分析，强军扰台已经走向规工作战，空军必须做到随时升空反制。夜间飞行若考验飞管技术，后勤维保嘛是日夜待命。对人力正暗的国军来讲，战备压力更来愈来愈大。凌晨4点都有过来过，那这样子我们要不要起飞应敌？我们一定要起飞应敌。如果没有起飞应敌的话，变成敌人高张度，我们却没有高张度，变成战力不对等。有的时候下雨，跑道是湿滑的；有的时候有大雾，能见度是不好的。那所能够起飞的机场可能只剩下1、2个，那所以不能通通放在一个机场，每个机场都要大夜航。空军表示，目前为3个连队实施验证，未来会扩大到各连队。张延廷提醒，夜间飞行危险性高，飞官较会出现空间迷向，所以大家出任务进前一定要做好风险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府标出公务人员牵涉到毒品交易的案件，而且甚至是伫咧市府的门口咧交会。检警昨去搜索，甲一个社会局的科员，抑个伊的查甫朋友，拢带转去约谈。落尾这2个人拢以20万交保。相关资讯，市长今天上午已经知悉，市府一切配合检调侦查程序，也遵守侦查不公开原则。市府的立场一向清楚一致，一定勿枉勿纵。检警调查发现，有人伫咧网络咧买卖大麻。经过追查，锁定台北市社会局这个公务人员买卖毒品的嫌疑重大。检警昨去办公室，抑个有因厝内搜索，确实有查到大麻。台北市社会局表示，因会全力来配合调查。市长周万安嘛讲，若是有违法的代志，一定爱随严办。继续来看基隆东华商场的争议也未收煞，真正就有传出民进党的支持者要发起罢免市长贾国良的行动。不过，即马嘛传出贾国良的家族企业嘛要来联署罢免民进党的议长董主委。针对这款的风声，市长甲议长拢表示无希望看到哪力对立。基隆市议会即礼拜召开临时会，对基隆东华商场争议，国民党甲民进党阵营对立，有争议一直拖。进行传说，民进党要发动罢免市长谢国良，国民党是反对要罢免民进党议员。民进党议员前日公布一份，讲是谢国良家族企业个别者引动，指控家族企业动员联署，要罢免民进党籍议长董主委等者议员。甚至连议事中立，在议场大乱出手保护市长的童志伟议长，他都要首当其冲的来罢免。
对着团社家族企业发动罢免这件代志，谢国良讲，伊完全唔知影，也无赞成任何形式的罢免。大家应该回归到政策面，并且在下一次的选举来进行一个君子之争。党主席是回应罢免无应该论做报复性工具，无想要看到国民党、民进党恶斗对立，对贵人的市情发展无帮助。舞会和谐是在建立在于理性沟通、监督、讨论的机制之上。我们不乐见未有社会正当性的罢免持续的运作下去。对于东华商场的争议，国民党、民进党对立愈来愈大。议长党主席蔡司请市府政风处查明清楚。对此，市府强调，专案已请政风处调查，若是看涉不法，一定会送检调来侦办。全力会来配合我们政风处相关的文案的部分在今天都已经先移送我们政风处来做一个审视。市府也强调，未来为着监督厂商履行合约，会设立改建监督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来监督，让整个营运甲履行合约过程更加公开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受到冷气团的影响，各地天气拢真湿真冷。早起家人甲新北拢发布低温特报，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早起北台湾的低温大约12度至14度，日时啊高温嘛干那14度至16度尔。其他地区的低温是15度至18度，日时高温18度至22度。干那高屏地区有可能会较烧热，有23、24度。全台湾各地规工拢湿湿冷冷，拢总会落阵雨。干那金门马祖也是济云到好天的天气。有够这波冷气团伫礼拜六开始会慢慢减弱，气温会慢慢回升。不过早暗幽原会较冷，提醒大家要注意。最近的天气变化大，去互医生看的人嘛较济，排队就拢爱排真久。卫生局表示，最近流感、新冠肺炎，也佮有肠仔病毒的患者确实有咧增加。建议民众就爱先去看一般的诊所，若是真正有急症、重症的需求，才去大病院看急症。病院内无论是挂号也是领药的人，拢可准说，近来天气一下寒一下热，这嘛造成较高发生心血管疾病、甲病毒传染的情形。根据卫福部疾管署最新的资料，全国患着肺炎的人数确实有咧增加，致使真侪人走去挂急诊。有不少民众反映，最近台南各大病院的急诊定有塌掉的情形，互因真困扰。检查好的时阵，阮就送过等待室呀，等待室伊爱等候有房间，上急诊嘛是爱等啊。你总袂用讲遮等嘿，就要搁转院啊。过年的时就是流感嘛感冒大家喂来喂去结果到过年以后就发起来尤其是有迄款慢性病是讲老大人，一个流感对伊来讲可能就压力最大这样少年人可能无同款。伫病院只要满床，就连带影响急诊塌掉咧。吉比病院急诊医学部医生讲，这参台湾长期以来医疗结构性的问题，也叫民众去看医生的惯习有关联。即阵卫生局建议民众先去基层诊所看诊，若有需要再去急诊。另外，伊嘛设一个急诊查询专区，看互民众掌握急诊量能的状况。这些医疗资源是留给一些更重症的病人，或者是更需要医疗的需求的一个病人来使用这样子。那在的话，政府面的话可以帮忙的话，就是可以把一些医疗用设或者是一些健保的一些制度的话，去做更提升跟改善。10家急救责任医院及时的监测讯息置于卫生局的一个网站首页。请市民进入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网页后，直接点击。急诊塌掉的问题，自台湾有健保就开始啊。现代急诊部主任表示，要改善是大工程，每一个县市病院的特色拢无同。伊讲，唔但医学中心、区域病院、参基层诊所爱三角合作，上重要的是爱提升民众对看医生的认知。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卫福部即马取消医疗机关收挂号费用的限制，未来病院得当按照市场的机制，家己来定挂号费要收偌济钱。有基层的医师认为，即马各项拢咧起价，本来就无应该继续限制。目前大约有2成的诊所拍算要起价，因为医改会是呼吁卫福部应该嘛是爱定出挂号费的参考范围。
原本考虑民众快升医疗门诊挂号费参考范围是150，激进300。若收费用超过上限，要向卫生局申请备查。不过，卫福部3月7日发文公告，取消医疗机构挂号费费用备查制度，也就是各医疗院所应按照市场机制家己来调整。什么都涨了，就只有薪水没涨，不是吗？所以这个东西也要涨，不是很奇怪吗？他要涨多少就给多少啊。都卖欢乐较多啊！台中有诊所马上就公告3月18开始调整挂号费，大报受开业20多年的诊所拢无起过钱，怨恨各项成本拢得起，真是吃不消。如今只是迟来正义，其实是迟来的正义了啊，也是把这个法令的明确化而已啊，避免有些县市卫生局呢一直拿着鸡毛当令箭，把以前的备查当作审查。因仍然有5至少有2成的诊所想要调悬挂号费，伊该会介绍机会是认为医疗服务免甲一般的商业行为来比，呼吁卫福部应该甲公平会重新拟定应参考的挂号费的范围。尤其这个就医，它可能跟它的忠诚度、距离、疾病需求以及医病关系等等多面向都有息息的相关，不能单纯的用市场机制来对待。如果说要由中央统一定一个分区的标准其实这个会有一些困难在，因为这个地区的医疗水准落差其实是会有点大。卫福部表示，重要是医疗院所要提早公开调整费用的代志，互民众了解，安若无应回归医疗法来处理。另外，医疗机构是不是应联合起价，是靠由公平会来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中国和菲律宾又搁伫咧南海起冲突，双方的船只烧弄中国的海警，搁用水炮来射菲律宾的船只，造成菲律宾的4个船员受伤，船只嘛受损。菲律宾已经调中国的外交官去表示抗议，因为美国国务院嘛谴责中国这代志的行为，表态要支持菲律宾。2只船就要弄到菲律宾海华防卫队，赶紧撇出完枪之外，业在中方，不过依然听到烧弄的声音。菲律宾海华防卫队7号用海巡舰斯干当夫合唱组的2只补给船，送轮班人员甲部署去南海近海暗抓周围的海域，要互驻守在当地废弃停落舰马德里珊瑚，煞互中国海警船拿查非法阻界例行任务，各受让菲律宾船舰出现结构性损害。We monitored about 6 Chinese warships in the area, about 5 Chinese Coast Guard vessels, and 14 militia vessels. So we were clearly outnumbered yesterday. 对船要弄到中国海警无任何反应，佮继续翕影片，佮伫7号开记者会，警告佮批评菲国海巡舰故意冲撞中国海警船，所以责任伫菲律宾，向菲律宾提出抗议。不过菲国控诉中国海警佮为其中一只补给船发射水炮，互船玻璃吹气，船顶4个队员受伤。Well, I was on the bridge with the crew, with the Rore team when they hit us, and it was really high pressured water, water cannon ang they use, and it resulted in damages. Medyo malakas. It shattered the windshields of the ship, and caused some injuries to our personnel. 这只补给船因为受攻击，无法度送轮调人员甲物资。回国外交部了后，去中国驻马尼拉使团副团长表达抗议，佮要求中国船只马上离开，因爱暗杀区域。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表示，根据海基详细仲裁法院2016年的南海裁决，双方冲突地点属于菲国专属经济区中国无合法海权，谴责中国也支持菲律宾立场。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辑。中国政府公布2024年的国防预算比去年增加7.2%，但又是超过台票7兆，而且是咱台湾国防预算的16倍多，引起国际关注。有专家认为，中国是想要利用这军事费用来暗砍国内经济变坏的问题，嘛利用军事费用来稳定军权。中国2会7号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做政府工作报告。毋若甲和平统一这个事抬掉，预算书内底讲到2024年军费编1兆6659亿人民币，
差不多7.3条的新台票，比去年增加7.2%，是5年来新高。相关消息引起国际密切的关注。美国甲日本拢认为讲，中国的国防支出应该更较透明。日本官方长官嘛强調支持台海和平。平和学国及び国際社会の平和と安定を確保し、法の支配に基づく国際秩序を強化する上で、これまでにない最大の戦略的な挑戦であり、We do continue to call on them to be more transparent about their defense spending and their actions that they're taking, not onl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but around the world. 中国这几年的国防预算慢慢增加，为2022年一条4500亿的人民币，到2024年增加2000多亿的人民币。那台湾是为3740亿增加到4406亿，两方差别16.5倍。专家认为讲，中国想要用军费弥补经济萎缩的空虚，嘛要透过提高军费来稳固军权。用这个军事发展的部分来提供部分的就业率，还有就是技术升级，是以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强调是富国强兵，那么现在习近平走的是强兵富国的路线。面对两方军费的落差，苏志芬指出，台湾即马强调的无边防作战、甲无边防兵力是真关键，今后投资防空飞弹、甲反舰飞弹会是第一优先。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拢伫咧3月初5举行总统的党内提名初选。现任的总统拜登甲前一任的川普分别拢伫咧两党的总统初选摕到胜利，有可能即届的总统大选又阁是这两位出来对决。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初5分别伫15个州甲一个海外属地美属的萨摩亚举行超级礼拜2的总统提名的初选，结果亲像外界预期，现任的总统拜登甲前总统川普分别伫10几个州大赢。But we're going to win this election because we have no choice. If we lose the election, we're not going to have a country. 川普伫佛州的庆祝会继续批评拜登的边境甲经济政策，伊伫共和党内，敢若剩一个竞争对手海利，敢若也和平得手，也若现任的总统拜登无明显来挑战对手。超级礼拜2初选也摕到真大胜利，只是伫美属萨摩亚似乎知名度无悬的企业家拍满。拜登发表声明讲，川普决心要来摧毁民主，北大女性决定生育甲健康照护的基本的自由，要为有钱人开一个减税大门。经过卖互历史搁再发生，也毋过拜登甲川普平均的年龄80岁，未少选民认为因已经无适合搁再做总统。We have Biden and Trump to choose from. It's disgraceful. It's just disgraceful. We don't need two octogenarians in office running for office. 拜登甲川普伫初选时摕到的党代表票，慢慢往向提名标准，不过也各自因的问题。拜登伫明尼苏达州甲之前密西根州面临进步派甲回教选民发起投下无承诺支持票的抵制运动，抗议伊支持甚至资助以色列入侵加沙，得票率明显有加。川普是4项官司才伫拍，而且伫高等教育程度选民的支持度是明显输海利。广视新闻是会中编译。今仔日国际阁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伙来看世界。先来看也门的反恐军青年运动武装组织，伫咧阿丁湾下飞弹攻击一只货船，引发火灾，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这是青年运动自从去年底开始攻击红海的船只以来，头一摆造成人员伤亡。再来看乌克兰的城市敖德萨，初6互罗西亚下飞弹攻击，而且地点就伫咧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甲希腊的总理在车队大约500公尺的所在，加在这两个国家领袖拢无受伤。不过，这间的攻击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落尾是罗西亚的反对派领袖纳瓦林过身了后，引起国际关注。法国媒体今仔日公布伊伫咧2020年接受访问的记录，伊假使去互人杀害，嘛袂改变任何代志，因为抑阁有其他的人来接伊的位，继续来抗争。镜头转来看国内，桃园机场前几日咧做跑道的整修，煞害航班规个拢塌掉咧，引起混乱。交通部长王国材去立法院报告会实的，嘛承认这公告要整修的时间上晚。立委嘛批评桃园机场的世界排名对4当前的13名落到82名。王国材解释讲，这是因为疫情期间真侪点头收起来造成的。桃园机场伫西山进行南北道的细修作业，造成500岁航班误点，引起民众的不满。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伫初六請交通部做專欄報告，民進黨調委李坤德對家己的人批評也真猛烈。這期土地公司伫稅收進前11天才公告，批評部長王國材咄咄不周，王國材也為此道歉。我真的對於3月3號當天造成這個民眾的不便，我在這裡表示非常這個抱歉哈。部長，我不客氣的講，你督導不周啊！如果再有這種混亂的狀況，你們兩個都必須要下台。王國材表示，除了公告的時間要提早，行管部分在稅收期間無管制，未來這塊攏要做檢討。要拿在野黨立委也批評土地的排名下降。王國材解釋講，在過去疫情期間有真濟店收起來，土地公司攏會針對這部分繼續做改進。溝通上面呢，我想這個塔台跟陶機公司這邊是不是沒有做足這個準備？準備不足，因應失計，溝通失靈。也借這個機會，再向我們的社會大眾非常鄭重的道歉。機場公司這一次系統性的整合沒有做好的地方，我們會積極的改進。國民黨團也質疑土地的人數是後寫，王國材是聽現任的黨組長楊偉虎，認為伊的專業度無問題。因若土地的人數佇咧過去攏有定選制度，伊講無國民黨所講的地盤產交辦人數的情形。記者綜合報道。高雄人武的人口這幾冬快速的增加，有民眾最近就佇咧網絡發起連署，認為人武的這公共運輸建設不足，新的捷運路線應該要佇咧人武設站。連署也未一個月，已經有超過1500人來支持，市府應該要佇咧5月初4進前來回應。來到高雄人武有真濟長咧起建案，人武的總人口數已經有10萬人，也是高雄市10年以來人口數成長上濟3大行政區。即擺有民眾佇網絡發起連署，希望人武愛建設捷運站。當地居民也反映，人武是無火車站，要坐公車嘛愛等足久，認為有捷運會較方便。就是交通方面有較無遐方便，因為阮攏閣愛去高鐵站，開車去。橋都歹去，當然若有捷運，阮會當直達。民眾佇公共進行網絡參與平台提案，無一個月已經超過1500人連署。當地里長表示，市府8當前本地有規劃，捷運的經線會經過人武，到達攏無動工。針對已經有1500人連署，高市府5月初4進前愛回應。人武捷運站的設定所在較適合就是灣北。灣北即個灣北重劃區的灣內國小，因為伊只有伊若佇地下開，遐附近攏較濟公有地啦。所以我們整體路網規劃的部分已經有把服務人武的捷運的路線有納入到規劃裡面當中哈。預定的話，大概就是今年113年新地哈，我們會完成整體路網的這個規劃。這幾冬高雄捷運路線一直延伸，其中紫線評估報告按算今年6月完成。紫線是整合燕州線甲油廠線，經過6行政區，沿線人口大約80萬人。交通部也回應，若是審查通過，會加速紫線建設。記者鍾義輝、邱朝陽高雄報道。來看台北市一個補習班的老師，為了要示範物理的這個原理，就把伊飼的貓仔帶去教室當場做試驗，把伊的貓仔4隻腳掠倒掉，對半空中甲放落來。這示範的影片，互人鋪起嚟佇網絡，引起各界批評。老師已經出面來回釋咧。台北市的動保處表示，若是各犯，就要來解處罰。畫面內底這隻貓仔4隻腳互掠掉咧。伊的主人也就是這個補習班的老師，把手放開，互伊為半空中落落來，而且重複這個動作2回。不會，貓咪不會，狗就不行了。李峰是補習班老師，為了進行物理甲動能手型的實驗，初5暗時7點外，第一個30-40個學生上課的時陣，帶伊的動物伴來互來做示範。這個影片互傳去了網絡頂，引發虐待動物批評的聲音。初6早起，伊出來回釋咧。是一個非常不好的示範，在教育的這個第一線，並沒有顧慮到說，在做實驗的同時，還有其他面向愛護動物以及就是觀看者感受問題的一個考量。在這邊，我深深的要道歉。動保團體批評講，這是惡一個示範，因為李峰假做一個老師，公開替動物來示範這個實驗，有違法的記錄。他不應該不懂得動物保護的這個最基本的知識哈。
那如果呢，他在这件事情的做法上没有正当性跟合理性，基本上他已经触犯了动保法。李峰讲，这只来福是伊4年前认养的，生活过了真欢喜。初6早起，伊已经甲动保处的人员带来福去动物病院做检查。不过用猫仔来示范实验的行为，敢有违反动保法？袂当骚扰、虐待或者是伤害动物。那目前的话是健康状况是没有什么大碍，那我们会持续追踪这个老师这样子的行为。就算你说伤害，这可能有点难讲，但是小动物是一定会有。动保处表示，优先关心动物的状况，这个来福并无外伤，健康嘛无问题。不过，这个主人若是搁再犯罪采罚，嘛提醒民众伤害动物上重会当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关并科2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茶城恒春顶顶的乡镇，最近发现到真侪臭青蛙会走入去社区，互人抓到了后，拢有验出着小狗病。县府着呼吁民众要赶紧把厝内面的狗仔、猫仔带去注小狗病疫苗。目前治疗小狗病野生动物拢是青山的动物，较有机会会去接触到咱岛的狗仔、猫仔有可能的胃病。兽医嘛呼吁民众着要赶紧把宠物带去注射。手套一直夹掉的唔放，屏东茶城2月29有臭青蛙入侵民家，而且有攻击行为。经过防疫数列去检测，竟然小狗病阳性，是茶城头一例。据之前在恒春、狮子、牡丹，还有满洲这边全部这样的一个野生动物，尤其是鼬獾都是狂犬病的阳性。民众带厝内的宠物狗仔来注疫苗，为今年初开始，屏东几条的乡镇的野生动物有验出小狗病，县政府加开疫苗注射来因应，都惊遐猫仔狗仔也是民众，或有小狗病的野生动物加到也是绕到伤，增加感染的风险。户外都是要小心一点，尤其是小孩因为现在有时候流浪狗啊、流浪猫也是会攻击人啊。小狗病是人畜共同传染病，大部分哺乳动物会去喂着，破病了后死亡率是100%。去年初小狗病为把探到苗栗这个所在，虽然主要是臭青蛙不过因为青山动物较会接触到流浪狗猫也是进入社区，兽医认为应该提高警觉。比例超过70%以上，就有群体免疫的效果在里面。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他们的警觉性比较没有那么高，有很多在山区的狗猫，甚至有些家犬都不带出来打预防针。防疫署提醒，厝内的猫仔狗仔必须当年注疫苗，安尼无会当依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罚3至15万的罚款。兽医嘛呼吁，政府应该提供疫苗给兽医也是宠物美容工作者，确保高风险族群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仔，伫咧台东一间透天厝熊发生火灾，厝主讲可能是伊的无线耳机咧充电的时阵发生爆炸。目前消防单位也搁咧追查这火烧的原因。不过讲到咱过去定定会听到内底有装置电池的这个产品发生爆炸事件。根据消防署统计，全台湾伫咧去年发生火灾的案件有91件，拢和锂电池有关系。消防队员入去室内拍火，现场是规个乌烟，然后腿爬起哩，全部拢熏甲乌乌。伫台东一栋3层楼的人家厝，熊倒火。我老婆他们有尝试用那个灭火器，还有那个湿毛巾都没有效。大楼熊倒火，还阁听会到爆炸的声音，内底4个人随走出来。这个厝主讲，那亲像是因为伊讲无线耳机充电的时阵，内底锂电池爆炸导火。不过这火是烧甲真猛，消防队无排除导火的所在，附近有看会烧起来的物件，火火是愈烧愈旺。手机或行充吧，就是都会放在床头，然后就是会拉延长线，然后就这样充。就是床旁边就有插座，所以很方便。除非它突然很烫，我才会拔掉。手机啊、耳机、智慧手表啊，大部分的3C 产品拢有锂电池。实际去行路问民众，袂少人拢惯势放伫咧眠床头充电。万不离锂电池若去摔到有损害，只要充电，导火风险就会直头加悬。你不要有遭到重撞击或者冲击，正常使用情况下，它问题或风险并不是那么高的。以锂电池产品来讲的话，它的灭火最主要还是以大量的水来灭火是最重要的，不可以用布啊或者是之类的东西去盖它哈。去年全国火灾通报有17000多件，有关锂电池产品的有91件，以行动电源上济。这个火灾若是耳机内底的锂电池所致，嘛是全台湾头一个。消防署表示，若拄到锂电池导火，上较有效的方式是会当浸伫水底降温，
或者使用大量的水甲火强化化。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苗栗的消防队员伫咧雪山的救援任务当中，因为结冰无细致触导，所以摔一个骨折。最近因特别举办雪地救援训练，希望会当加强因搜救的能力。你看往前贴没关系。伫结冰的边坡，两手揪绳啊，双脚爱学安怎用冰料伫冰顶面行。苗栗县消防局最近到雪山宽国附近举办雪靴救援训练，像若是出来时阵安怎用工具停落，也是减低速度，拢是练习重点。是模拟当你的头朝下跌倒的时候，利用冰斧来做一个滑落自动的动作。那当下我们也有旁边有站很多同仁协助，当滑太深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安全措施，可以保护它不会滑太深。今日2月，苗栗市4年的查某人家己去爬雪山，伫凯兰德昆山北方出入去边坡罹难，消防局组成14人的搜救队，其中一个队员搜救时无细力出入去100公尺深的山谷，造成倒手骨头断去。雪地救援甲一般悬山救援任务来比较，毋但技术条件要求较悬，也会派25公斤重的装备上山，对体能来讲也是真大的负担。为着避免搜救人员伫搜救任务中受伤，所以讲去年就规划搜救小组成员参加雪训，也毋过雪地情况一直到今年较好才举办。那我们这些训练主要是要保护同仁，确保自身的安全。在这边，我们也是呼吁上山前，山友应该要有所谓的地面联络人的资料，还有一些下载离线地图或是卫星电话等相关的一些设备，来保护自身安全。被消防员甲2个教官伫雪地内底完成5天的训练，内容包含雪靴装备、行动训练、采雪扫啊，也有雪地爬山等等。消防局也呼吁民众，雪季爬山进前一定要考虑家己的状况，做好万全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今仔载3月7日就是妇女节，有真侪妇女团体、性平团体去到立法院参与来交流，提出对妇女政策的愿望。因表示，虽然台湾的性别平等是真受到重视，不过伫咧社会也是有真侪无平等的观念甲问题，希望会当透过修法甲立法来改善。现代人的观念，男女平等是真事上的道理。不过，根据劳动部顶日在公布的统计，男女做同款的工课，煞无法度得到同款的薪水。女性劳工要比男性加做54天，才有才调摕到白济的薪水。因那目前社会上也是有传统性别分工的观念，无平等的所在也唔拿薪水尔，家庭照顾假的使用比例嘛是一个例。现在女性利用的比例比男性更高，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第一个部分就是希望能够保障生计，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受雇者使用这样的一个孕产照顾假的时候，受雇者的薪资上是不会受到惩罚的。现代的女性真侪人拢爱担起家庭工课双边压力。伫3月7日妇女节进前，妇女团体、性别团体伫立法院参新会期的立委交流，有出席交流会的立委拢有做出善意的回应，也有提出各政党伫新会期拍算有啥物作为。民众党讲会关注新住民伫台湾家庭内底性别平等的状况。民进党是希望主动性别暴力的相关修法要赶紧通过。族群、种族平等也是要哈，还有工作的平等，很多的法案、很多的规定都是通过我们的妇女就是捍卫才能去改变的哈。所以这个我们的妇女的团体很重要啊。我们新住民这边比较注重的就是家庭的平等嘛。上一届在我们立法院，我们是第10届光是性别暴力就通过了9个法案，可是为什么后来能够顺利在立法院通过，都是因为不幸的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所以它被就是说比较快速的排上议程哦。也就是说，台湾妇女平等妇女的权益跟性别平等的保障，其实是建立在被害人的血泪痛苦牺牲上。交流会馆内也有邀请国民党的立委，不过到民间团体发言结束，拢无人出席。民间团体表示，因会继续参国政党的立委沟通，到底让台湾的性别政策更加完善。记者郭文夏桂林台北报道。量子电脑方认为是后一个世代主要的科技产业，会当让电脑的运算能力有革命性的突破。咱的中研院、经济部甲清华大学等等的单位，嘛有成立国家队来研究，未来嘛打算要用这科技来加强咱的治安。我们这上面都有这个晶片，都有这个晶片，那我们这个晶片就会整合成一颗大模组，然后放在这个地方，
江建义向媒体展示量子国家队伫开发量子电脑相关技术的进展，透过因开发的低温控制晶片模组，通缩小目前量子电脑40%的体积，也通省能源50%。我们现在量子电脑，你可以看到，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像我们的冷冻柜非常大，它后面有很多的仪器。那这个仪器后面，其实它必须要有这个线接到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冷冻柜里面。那我们说一个量子位元，一般来讲就是2条线到3条线可以去做控制哈。那所以我们如果说未来到100万个量子位元的时候，你想象我们会有300万条线。江建义开发的晶片模组，通结合量子位元甲缆线，互整体体积缩小，为未来量子电脑增加效能，体积也增加做好准备。另外，清华大学也参中华电信合作，是减更加安全的量子加密通信可能性。量子电脑能够做的其中一件很重要、很厉害的事情，就是它可以把一个整数很快速的指因数分解。我们现在网络上大部分的资料，它们的受保护的机制，其实全部都是跟指因数分解有关。量子电脑的出现，其实等于是对我们的治安造成了某一个程度的威胁。研究团队表示，因即马透过中华电信的商用光纤，测验无法度互传统演算法破解的量子加密通信，结果有成功。估计未来3年以来，通发展量子骇客防具技术，提升台湾的治安。记者郭文谢桂林台北报道。这量子科技这么厉害，来看阳明交通大学的学生徐培德，伊就用台语来解说量子科技，伫咧网络引起真侪讨论。徐培德嘛希望讲会当利用家己伫咧科技的专长，为台语来贡献。表示的，这个电晶体的背后的原理嘛是量子力学，因为咱要先知影量子力学，才通去了解半导体材料的特性，安尼有才有法度用这材料去甲晶片做出来。用台语解说量子科技伫生活中的应用，讲甲不正认同。这是阳明交大的学生徐培德所做影片。若讲到量子，恐怕侪人拢傻无掌。徐培德解说讲，事实上，咱即马在用的手机啊、电脑和 WiFi 内底的半导体晶片，拢是有用到量子科技。也是在迄个应用，拢是需要半导体工业去解支持。上基础的原理其实就是用到量子力学，才有法度去做出在半导体晶片啊、电路，可以法度去运作。这几年有愈来愈侪人用台语来讲各种专业，那文学、历史嘛有用台语来讲科学知识的专家，亲像天文学家蔡安理、甲力学和火箭设计吴宗信教授等等。徐培德认为，家己既然有科学的专长，做影片来推广，嘛是为台语奉献心力。量子科技因为它较新。政府迄个投资的经验，算讲是较少的，啊，武艺嘛是嘛，那甲因两个结合起来，除了伊听起来较适拍，嘛是会使甲因，就算讲做一摆推广。徐培德指出，像讲一寡科技的技术，拢着爱创造台语的讲法，伊嘛参考真侪台语 STEM 标准化计划的翻译。这个计划都是有收集科学、工程、数学等等的词来翻译。徐培德嘛希望讲，把这个新词推广到生活和教育，互台语通讲万事万行。记者卢尚如、郑春。这几档为着要栽培音乐剧的人才，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就有一个培训计划，对拜五开始要用音乐剧的形式改编真侪经典的作品，让大家看到因培训的成果。导演嘛表示，透过多元的作品，希望让大家当看到10外当来台湾在地音乐剧发展的成果。1945年5月31日是台北大空袭的日子，是真侪人已经袂记这个日子。这部音乐剧《台北大空袭》经过改编，今年编入去到来加入音乐剧内底。音乐指导孔和祥希望讲，会当让愈侪人来了解台湾的故事。他当初这个空袭是算里面是最严重的这样子，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有这段历史，然后我们其实是用大家一起在开发作业的方式去呈现这件事情。来加啦！今年邀请音乐剧创作者詹天和、王希文和孔和祥同齐参与，运用因3人的10部经典作品改编，连接无共音乐来讲无共故事。导演讲，伊将受2007年音乐剧《四国万舞》的影响，望用多元的作品，让大家见证这17年来台湾在地音乐剧花开满山片的发展。
多元是台湾的价值啦。那所以我自己觉得，能够从自己土地跟生活里面长出来的东西，无论它的文化关于什么，我觉得它都是一件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事情。这几年来，为了栽培音乐剧的人才，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有推出培训计划，伫音乐剧来加拿内底，大家就会当看到培训的成果。这届的来加拿改编侪经典的音乐剧，除了台北大空袭、木兰少女，也搁有抗世三姊妹等等。按拜五开始到礼拜，伫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演出，要总一届，让大家看到台湾音乐剧的生命力。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英国有一款游泳衫叫做刷鱼装，因为会当大减少受水的阻力，所以去互国际比赛禁用。不过，即卖因又搁已经发出一款新的游泳衫，而且嘛已经得到世界水上运动总会许可。按算今年的巴黎奥运，才会选手就会当穿这款游泳衫来发展实力。当奥运的选手穿刷鱼型的游泳衫受水，会有啥物结果？ And it makes you feel fast. It makes everything feel easier. 刷鱼型的游泳衫是厂商 Speedo 伫2008年所推出，讲会使减少3%以上伫水内阻力。有数据显示，伫刷鱼型游泳衫推出了后的2年内底，游泳的选手总计创新147项世界纪录。这对美国奥运金牌游泳选手菲尔普斯帮助上大。将游泳衫伫水内底拍无对手的关键，就是布料采用来保护太空卫星的大残，会发挥真好的排水的功能，让选手能受到更加紧、更加省力。And essentially what water repellency does and why it's so important is it does just help the water to flow as smoothly as possibly over the athlete. It makes them as smooth a shape as possible going through the water, and that's what helps to make them fast. It also stops the suit itself from absorbing any water that doesn't need to. 这款刷鱼型的游泳衫虽然伫各大比赛创下好成绩，不过也引发所谓科技禁药入期。世界泳总的前身国际泳联伫2019年就正式下令禁止选手穿高科技的游泳衫。不过去年11月，业者讲因研发的上新一代游泳衫已经得到世界泳总的许可，未少即要参加巴黎奥运的选手拢会穿到这领件衫来参加比赛。For me, I'm a big mental swimmer, and so if I believe that what I'm wearing is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hen it will help me perform well. 重新出发的刷鱼型游泳衫，伫今年的巴黎奥会带来什么款的惊奇？各界拢真想要知影。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废弃的囡仔要藏嘛毋是，要烧掉嘛毋是，是真歹处理。伫咧非洲奈及利亚，就一间回收公司利用这个废弃的囡仔做砖仔、衬托，甚至是艺术品。那解决掉这污染的问题，嘛带来新的商机。根据统计，全球每年拢会产生11个未用的搁再使用的轮胎。这个旧轮胎毋是对日本市场造成环境污染，啊无就是用烧的甲处理掉，造成空气污染。有的旧轮胎互人四界黑白蛋，搁会积水生蠓虫，引起天狗热等等的传染病。不过，伫非洲国家奈及利亚，有一间公司专门回收旧轮胎，搁利用旧轮胎来制作出各种新的产品。这间公司先将回收的旧轮胎加做精油的脆片，然后加一寡黏黏的胶，离开甲这个脆片内搅做伙，再搁将这种材料放入去模仔内面，等定起了后，就变成一块一块会当用来铺伫路面的地砖。另外，参像学校也是互囡仔耍的公园，嘛会使使用这种旧轮胎做的材料来铺伫涂骹，非常安全，避免囡仔跋倒的时会受伤。唔那安尼，这间公司佫用回收旧轮胎做的材料来做衬托的鞋底，甚至是各种艺术品甲装饰品。So our flip-flops are also made from recycled waste tires. Top layer here you have a polyurethane foam, which is also degradable, will degrade over time and it's not harmful to our environment. And then the bottom layer you have made from the recycled waste tires as well as the hard work that we have on the wall. 事实上，这间旧轮胎回收公司伫2018年就成立啊，当时敢若有4个员工尔，但是即卖的规模已经扩大到有150个员工。不只是解决旧轮胎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嘛替当地创造真侪工作机会甲商业机会。They are earning their source of livelihood today, and the products they make from there, they can sell locally and they can sell internationally. 这间回收公司成立到今，已经回收超过60万的旧轮胎，是全奈及利亚唯一一间伫回收旧轮胎的公司。奈及利亚官员表示，希望未来伫全国更较侪所在，拢有参照这款的旧轮胎回收处理工厂，才会当互回收的速度更较紧，帮助奈及利亚彻底解决旧轮胎造成的各种问题。记者甘美恁编译。
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2度至14度，中部地区13度至21度，南部地区16度至24度，东部地区14度至20度。还有外岛地区9度至19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